来看台北市新闻，透早5点外，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真个好野人住的住地区呢，有庆声，当时分局咧执行呢拦检的勤务，一个姓余的驾驶心虚拒绝检查，人要做移走，好远景连开2000，远景为了安全，随调监视器以车捉人，最后伫山区去掠着人，伊脚侧边有好枪支拍着，互人送去病院。远景当时伫车顶有超着一组电子烟的主机，顶面有残留的丧尸烟油。 警察徛伫路口咧临检，一台铺设的轿车倒倒驶过来，这个时阵，车是直直驶，拢无要停，甚至敢若阁想要甲警察弄。远景转牙枪对这台车连续开2枪，轿车随打油门逃走，远景也随上车去救。受伤无？你有受伤无？ 嫌犯走去藏伫山区，互警察抓到。不过伊人看起来真虚，原来是脚只偏着枪，随红送病院治疗。代志发生伫今仔日早起5点外，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5段。着枪的就是这个47岁姓余的查甫人，伊有几项毒品前科，当着警方临检，伊心虚，阁想要冲动警察逃走，警察甲开2枪，伊着枪了后，走去尾伫信义路5段150巷的一个山区，后来互警方抓到。 嫌犯送病院了后，人无安怎，互警方带登去警班。特自小客车拒检逃逸并冲撞警方，警方依法使用警械开枪致死。逃逸驾驶于1小时后，于新一路5段150巷内产业道路遭警方查获。嫌犯心虚，佮赛车想要甲警察弄，加在远景正马车，若闪了正紧，佮随开枪掠着嫌犯。 无尾伫车顶敲着电子烟的主机含丧尸烟油，查甫人送病院了后，人无安怎，红带登去派出所调查案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